大家早晨。作為呢個主席，你最大心願係咩啊？我最大嘅心願咧，就係我哋呢個即係委員會嘅目的咧，其實都係推廣呢個器官捐贈，亦都希望將呢一個嘅信息咧帶到俾咧香港每一個人。咁當然咧，我亦都有啲行動㗎。咁我哋咧就有一個器官捐贈嘅中央登記名冊嘅。咁而家咧，其實我哋做過下研究咧，知道香港人咧大部分都抗拒或者係支持器官捐贈，但係咧我哋嗰個名冊咧由2008年開始有咧，其實而家都係得20萬人簽咗，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數字咧係有好多上升嘅空間。咁如果聽到我哋呢個節目都話係喎，其實真係一個人死後仲可以嘅咧，為我人家仲可以咧做好多嘢咧，係幫助別人嘅。咁佢應該點樣做去令到你呢個20萬人變咗係200萬人咧？其實咧，我諗而家咧，我哋所以咧就都做緊好多即係特別咧，希望推廣嘅工作。一方面咧，其實以前衛生署咧都一路做嘅，例如佢哋擺下街站啊，有 Facebook 啊，或者係做好多唔同嘅宣傳工作。咁但係我哋覺得咧，呢個應該係會團結咧社會多啲嘅力量。例如我哋都希望咧有啲大機構啊，或者係嘅有啲嘅即係集團啊，或者係一啲公司啊，其實咧都會幫手嘅。因為咧，如果全城咧一齊做咧，呢個一定咧係會即係有效好多。咁當然希望佢哋可以第一就自己嘅員工啊、會員啊都可以即係推廣開去，希望大家上去嗰度簽啦，上去個網度簽啦，又或者係我哋都有啲表格嘅，亦都可以如果有表格就簽翻嚟衛生署啊咁。咁亦都希望咧係推向市民嚇，因為咧除咗自己即係員工啊或者係會員之外咧，其實咧希望亦都係有多啲嘅活動咧，令到市民咧係可以知悉同埋係有機會參與。其實一般咧，我哋覺得大家都唔反對或者支持，不過冇人咁得閒咧，即係食完飯又上下個網，又去同你簽下咁，所以我覺得即係推廣嘅工作咧不得不少嘅。相比其他即係差唔多發展水平嘅地方咧，香港個登記率係咪都算係即係偏低咁樣？我諗如果相比即係其他有啲即係西方嘅國家咧，我哋都係偏低嘅。如果係比亞洲嘅國家咧，就即係有啲好過佢哋，有啲就即係都差唔多咁樣。咁所以咧，絕對咧係有即係上升嘅空間。因為一方面咧，我哋如果香港市民都係即係準備好嘅，只不過係未必會去即係用呢個方法去表達自己意願啫嘛嚇。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係咁嘅時候咧，我哋要諗多啲方法，令到咧市民係能夠接觸到呢個網站啊，或者知道點樣登記啊，或者明白去到